咱台湾遇到这少子化危机，政府推动政策鼓励生囝，却是无啥效果。根据这劳动部的调查显示，无愿意生囝因素，除了经济问题，也有工课场所其实有新的富人人，致使因无想要生囝。为了要改善这款的情形呢，劳动部表示，明年会扩大执法，和加强宣导，落实友善职场文化。顶年新北市三重埔发生一件一口罩3个人不幸死亡的案件。顶一日检方调查结果出来，是因为妈妈有新受技师，互人士透露，最后规家伙仔因为经济压力造成悲剧。虽然性别工作平等法有规定禁止技师有新的女性员工，但是实际上稳定的有薪技师也是存在。一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，因为他们已经听到职场的人就会讲说，你今天如果请孕假，你回来就是被调到其他的县市去工作。劳动部上新的调查发现，有50成的女性感觉工课场也是对有薪的员工有歧视、无优先。实际上，也有2成7的女性伫工课场捌拄过有薪歧视。为了改变这个状况，劳动部表示，要来扩大劳动检查，也会提出奖励措施，来做专案的怀孕歧视的公布。如果被我们开罚是怀孕歧视的问题的话，我想我们绝对不会帮你隐藏。我们一定会让社会知道，这个企业还是有怀孕歧视的问题。根据劳动部统计，最近这3年，因为有薪技师犯法的案件有46件，罚金有1215万。为了消除工课场的技师，未来也会密公布违法的企业有薪技师的形态，也有针对优秀的企业，也会颁奖表扬，让大家知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